摆俺四点菜就会想到俺爸，俺事业就也想起。你雅纪啊，跟我打了一个赌，他说你去啊4、5个月就回来了，叫我不要管你。欢迎帅哥 Alan 加入我们，好不好？哎，如果在台北啊过得不快乐，就回来。買菜搶來啊！阿年買菜搶啊！今天不送东西啊？送什么东西啊？阿伯啊，哎，那个16块。好了，看只叫安尼，用唔卖啦。唔系用爱，事情本来就会按的，我会让你讲道理耶。你系我老年下嘅事，误会神经动歹势。转来了后，虽然当你就汹涌，但他却给我一种踏实感。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牛天。大家家下看到了樣片的預告，是安尼客家電視台最新的好戲是4分之3，了好戲嘅推薦俾大家。今半日安尼節目當中邀請到男主角同大家來打嘴鼓了，安尼先來分享記得首先來介紹了講女主角 Teresa。大家好，我係特蕾莎 Teresa， 係4分之3地圖嘅文宣黃文宣。分享你3號來呢，來分享你係男主角，來分享侯妍希。大家好，我係侯妍希，第4分之3地圖嘅曾寶儀。大家好。哇，分享，人家看吼，看到也預告吼，又看到本人，當然女主角係當家，男主角今日無戴目鏡，看起來無重要啦。較引導啦，較引導，是甲我講。因為人嘅4分之3已經播出了吼，故所我想一開始先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播出嘅時間，好冇播出的時間。因為它已經開始在播出了，所以呢，請大家一定要鎖定每週1、週2的晚上10點。客家電視台。韓國有青島、大家做的用網絡嘅平台都有同步的播出哈。當然收聽17台客家電視台也係冇唔錯嘅啦哈。今日非常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也4分之3開始播出了哈。我相信以下呢有的觀眾朋友大家都有在追劇啦哈。明日就會想講，男主角記得亮啥？本來有點像死對頭哈，親密都在被變到愛呢，用嘅感情呢哈，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們各自的角色，誰來先來講好嘞？你在裡面的那個角色個性都在很用的喏。曾可宇呢，他其實是因為921地震之後，讓他造成他的腳變成行動不方便，那也造成他有一點自卑，然後沒有自信。但是他又不想讓人家覺得他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所以他就有一種武裝感，然後讓人家覺得他其實是就是很逞強的一個人啊。但是，也因為媽媽的關係，所以造成他好像覺得，因為媽媽是一個過度保護他的情況，對，所以他就會覺得說，我是不是真的很沒有用，什麼事情都要媽媽來處理，媽媽說你必須要怎麼樣，然後不能怎麼樣。那在這個過程中，他跟媽媽之間的關係其實也變得不是說這麼好。那這部戲呢，也會看到我碰到文軒之後，然後從他身上看到的東西，然後慢慢的去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世界，然後慢慢的從一個自卑，然後一個不怎麼樂觀的人，慢慢的變得比較正向。故事安尼就講受到這個戲中的文軒女主角嘅影響喲哈，所以也覺得文賢哈，你在劇中遇到一個很糾結哈，有一點難搞的人哈，對，跟你嘅性格很用誒，跟你老幾嘅故事有用誒呢？其實文軒他一樣也是他也是430里的人，只是因為他同樣他也是921地震的受災戶，他因為921地震也是失去了他的父親跟他的哥哥，所以他是跟媽媽從小相依為命長大。那就因為地震過後，我們就跟媽媽一起離開了傷心地，到了台北生活。那為什麼會回到430里？是因為其實文軒是一個藝術家，他做裝置藝術，他是學藝術的。那其實他也遇到了一些他人生上面的一些彷徨迷惘的時候，那他就選擇回家鄉去做就是駐地的藝術家，然後他想要先找一些就是方向吧，就是因為
对文轩来说，他觉得说是在你还不知道方向要往哪里走之前，那先回家吧，回去看看。所以妈妈也因为这样子，那就好，那我们就决定我们回家乡重新开始。那到那里之后，其实等于文轩其实也算是一个在台北长大的小孩了，所以他回去那个很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要如何，应该是说他不知道如何跟这边的人相处，跟如何他们打成一片。后来遇到了何宇，跟他算是有一点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吧。两个人算是互看不顺眼的认识啦。然后但是过程中，其实何宇也帮助文轩在很多地方渐渐的去了解这个，他们算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成长、拉拔着对方一起再找一个人生方向的那个互助的感觉。其实听起来蛮励志的哈。唐喜乐个例子哈，不过刚唐喜乐就提到在戏剧当中的青岛奇妙的素材，因为呢，两个人呢可能都很有个性，都很有想法，都很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很有才能的、很能够独当一面的。故所开始就有懂得很多的对手戏安尼哈。之后当时期可能所有的朋友会讲，因为你啊强妙很多3/4。是1/2，因为2个1+1等于2，1/2加1/2等于1嘛哈。因为很多3/4呢，是不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在？会叫3/4。那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家刚好有4个人，那爸爸过世了，然后少了1个人，然后变成3/4，所以变成有一种好像一个遗憾、一个缺陷的感觉，少了点什么，缺了一角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加上，其实我曾何宇这个角色，他走路的步伐也算是人家的3/4步，对，所以会取这个剧名，应该也我是这么觉得啦，叫3/4。然后它刚好里面有一个 slogan 叫做3/4，有可能也许好过1。对，在不完美当中，其实你会发觉，其实幸福也在里面。对，也还对佛仪。好，对于何宇来说是他的3/4是这样，那对文轩的3/4，对于我来说的3/4，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何宇的家庭他的不良于行这个状况，走一步是别人的3/4，这我也是这么觉得。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3/4它并不是1嘛，所以它是有一点缺陷，它并不是1，不是那个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人生其实没有什么真的完美的事情，其实有一点缺陷，有一点遗憾，其实才有滋有味，所以有更多的风景可以看的感觉，所以不需要去追求那个不存在的完美，就人生本来就是会有一点不完美的。在剧中爸爸也有提到，就是我虽然的脚步是人家的3/4，但是走得比人家慢，但一定也看得比人家多，所以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真的好励志哦！对，跟他都进来，就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很值得推荐本台噶，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人生的哲学，然后就会从身边经验来的，因为就会跌跌撞撞之后，你才会累积。刚刚讲更有滋味。对，没有一帆风顺，可是那个沿途你因为停下来，故事我们都得看到可能喊啊抖的东西，我们停下来才能看到细节嘛。在戏剧当中呢，也开始有懂到精彩内容，给也还没播出来，不知道2位现在看播出了哈，应该有锁定吧哈？有，我就是倒数2分钟，我就是已经准备好坐在那里，就是还要开始了，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的那一种。那看自己演出跟就好像跳出来，不了黑低度演呢，你在当中的时候跟跳出来变成一个好像旁观者，那个感觉很不同吧？对，非常不同。其实有一种回到我第一次看自己演戏的感觉，就会有一种不自在感。因为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自己讲客语，就是从荧幕上看到自己听到客语的声音，所以会有点不自在，不习惯，非常的不习惯，然后会有一点，其实说实在，我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看这部戏，因为我一直会挑自己的毛病，然后要不讲的错误，要不讲的错误，对，要表示你给客家话有进步诶。
因为你进步，你才会听得很清楚，听出自己哪里好像可以更好这样子。对啊，然后就会就是在想说这句话断句这样对吗？然后听起来会怪怪的嘛，就是很没有办法专心在看这部戏。也没意思是，你一下越讲越好，你就会关的。好，听你菩提产菩就不安的嘞。给 Teresa， 你一下看几家演戏咁公用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当时看剧本的时候，我们钻研了很久，又花了很多时间，不管是练客语还是为了角色的准备。当时其实会觉得啊，好像有一点沉重，有一点悲伤的感觉。但后来播出之后，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其实没有那么多沉重，其实加上还有很多。就是会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很温暖的地方。那当然，因为其实播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杀青了有一阵子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感觉比较像是观众在看，就有一点会觉得我已经不太会，就是不太觉得说那是自己在演戏了，就会有一种我就是看故事，我会期待接下来何宇或跟文轩或是他们会怎么发展，他们接下来的人生的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对，我就会把那一些都抛掉，就看戏这样子。对，这样很好就不会有什么职业病。有啊，其实我像比如第1集、第2集，我大概看了都有3、4遍。因为我第1遍可能我就开始挑自己毛病，然后就拉回去又再看这样子，就可能后来会回头去看，但后来看第2遍、第3遍之后，就会用观众的角度去看。然後剛剛呢，用觀眾嘅角度去睇演哈，聽到10%繼續落到劇情地度哈，也想大家先聊一下，繼續轉到4%地度，當到精彩內容哦。我43里的规矩，我今天再讲一次，不惯用风饮就会夫雄周姑。啊，叫你过来拜托我，会多多关照你，他怕你回来找不到工作了。啊，妈妈不都这样子？是哦。我想做出有点向下特色的作品，用俩作品表现俩大尾的风土民情。讲的线条，伫天龙国和讲的同，伫俩。蒙云宽也是。我们目前呢推出一版地方创生的草案计划。无太家的同意，不准低调乱了。谁都台，你妈该事情全部都保义，你妈该都摆地，哎。但输呀。歡迎大家轉到福喜來咧，今日頭先看到呢樣片嗬，看到4%地度冇強用角色，佢個性格韓國其實最後還留一個伏筆，就是其實有點衝突的哈。這個應該是你媽媽嘛哈，好太愛你了，太疼你了哈。所以今日頭先看到，其實每一個人你比較陽光，然後你比較開始有點色素，因為好像因為有一些覺得3%的不完美。所以冇法度面對哈，佢家下我哋樣片看下來哈，其實同啲戲劇當中哈，每一個個性啊，它其實都很鮮明那像你們在進入戲劇的時候，如何揣摩那個？我覺得何宇啊，應該要說燕西哈，燕西看起來應該蠻陽光，幾個笑容哈，但是變成何宇戴上那個眼鏡，好，當從哪一個影就出現呢？要如何入戲，然後還要飾演一個可能身體有些不方便的人。我的話，因為我會覺得啊，雖然我個性比較活潑樂觀一點，但是我覺得每個人他其實都有很多面的。那我也有一些就是比較負面一點，或者是比較想要陰暗的那一面，我覺得就是比較怎麼講？也會有想要自己一個人，然後躲起來，不想讓大家看到的那一面。那我覺得其實就是把這個東西找出來，然後把它放到變成說這是我的主個性。對。那在這個過程中，我會覺得肢體來講，對我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挑戰，因為我的
接到这部戏的时间大概离开拍只剩下10天，对，所以算是还蛮急的。那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去习惯这个角色白卡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跟剧组去要了一个拐杖，这种手杖。那有跟导演讨论说会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讨论完之后，我就那一段时间每天就是拿着拐杖在那边走路，不管去哪里，在家里出去跟朋友见面，都是杵着拐杖。对，那因为我会觉得，你必须让身体习惯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如果你在拍戏的过程中，你还必须要打开一个开关去注意说你的脚有没有白卡的话，那我会觉得这样是非常分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要让自己的身体先习惯，变成是一个反射动作。对，那我会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会是在肢体上面。我第一次看到燕西的时候，对，就是快开拍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他就杵着拐杖。你以为他真的？我以为他是真的，我以为他是真的找了一个就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来演何宇这个角色，就没有。后来有聊天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揣摩这个动作，所以他是生活中他都拿了一个拐杖在用。贝尔斯你都懂球，就是很像，已经很入戏了。过手给咱们牛逼啊！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还不熟，所以我不好意思过去问人家这种问题嘛。然后我想说，是吗？是这样吗？后来有聊天才说，原来是为了角色的准备这样。然后我在拍戏的过程中，然后旁边会有一些民众会在看嘛，然后他们会问我说：“你的脚怎么了？”那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成功嘞。对。有时候看戏就知道了。好，那文轩，你这个平常时就也是很爱接触艺术的东西吗？因为在里面你是艺术家嘛。对，其实我也是接触了这个角色之后，才到现在才比较开始有在关注可能装置艺术。其实台北市有很多装置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其实以前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它。其实后来直到现在，虽然杀青了，我还是有时候看到一些装置艺术的展啊或者什么，我就真的还是会特别去看一下。那时候为了角色的准备，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个性其实如果说活泼开朗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也是属于这样的个性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就是我自己原本的主个性嘛。那只是因为文轩他的乐观是比我还要多的，我是老实说，我并没有文轩那么乐观。我遇到事情，我遇到可能彷徨就是迷惘的时候，文轩他也是大家都会有比较低落的时候，但是他会去找方法。我们要想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去突破这件事情，他会用行动。但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果决、那么快速的决定说，那我就去做。我可能会低落一阵子，所以这是我就是饰演文轩之后，我觉得是我跟他学习的地方。对，就是他的乐观上进这件事情，就是但是倔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用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个性也是非常倔强。对，因为接这部戏，其实我客语也是不会嘛，所以又很怕拖累大家，我自己就会有这种想法，就会觉得说，那我就花很多时间在练习这所有的事情。那至于这个角色我应该要怎么去揣摩，后来我想了很久，说所谓的艺术家性格、艺术家个性应该他要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后来想了很久之后，觉得艺术家有太多种个性了，我不应该把它设定在哪一种样子，而是我去接触了自行车，我去看了展，我去接触了很多艺术相关的东西，自然而然把文轩这个角色捏出来的。所以我就是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可能接触自行车啊那种，像剧组有让我去自行车店跟师傅拜师修脚踏车。你去修脚踏车？对，就是蹲在那边啊，然后把手弄黑黑的。师傅说：“你要不要戴个手套，手不会弄伤？”我说：“不用。”好，这时候倔强就出来了。对，我说不用，然后就还是不小心就是把自己弄受伤。不过就是会觉得很真实，这才是我要体验的那种感觉。哇！
所以其实在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啊，包括刚刚不管是身体的、心理上的、个性，就讲起了董琼有某琼用引带的身体里头，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个性啊。TPA 黑讲亚拜应该好哈嘎发，还有一个就我们念台词、讲台词跟唱歌有时候不太一样。亚拜这个片尾曲嘛，对，是你唱的，是对不对？有觉得很挑战吗？其实。片尾曲决定唱片尾曲是我们已经杀青过后的事情了。当时我们练了客语，已经算是觉得说自己已经 OK， 你也背了那么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唱首歌词也不过就这个几个字而已，还会一直 repeat 耶，就是我要背不过就这样而已吧。但是因为已经那时候杀青了，大概有1-2个月了。我就想说没什么吧，老师一样，我们的客语学的方式是老师会寄录音档给我们听，那歌词也是一样，老师也是丢了录音档给我听，我想说没什么嘛，然后我就把它一听，他是在说什么？然后你是你干嘛该就然后就开始觉得完了，因为歌词跟说话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即便我们是用讲可能。中文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话，跟歌词还是不太一样。对，它有旋律。对，好，大家去第一个有用心哈。那我们现在来考试验收，清唱。因为看样片、看戏嘛哈，他已经做好了，完整的歌都后置好了，都咪好了。不过现场呢，就坐在堂都给清讲那嗓了哈。好，很纯粹的声音，这样想鼓励。加油哦！加油哦！好，文轩加油哦！好，那我就直接副歌一小段，你知道吗？好，渺渺向前倾了莫再想，改掉艰苦同是梦，拨开心肝在一笔个讲，有爱坚持的力量，就算痛爱面表。打败挫伤，爱总外面梦想嘛该用。干嘛？你没有啥按你匆匆的对抗一层情的感觉哦，很神奇的哦。后堂哦，这谢谢，这个是很好的观众，谢谢大家。哇，古所呀4分之3当中有动到请响应哈。等一下了哈，再来继续同大家分享哦。大家進到福氣內咧4分之3來推薦俾大家哦。嘿，今本日來到你節目咧，咱唔主角哈，佢還有請到來分享。我想你下些唱高記的，唱妹兒的，我同大家講實驗哈。你知道戲劇當中嘅台詞，你們講的台詞，清楚的代表唔嘅係乜嘅？萬年有想過，人與無相關，馬英嘅人無相關，你係講，你是說這個題目跟我沒有關係？沒有你台詞，台詞，因為我覺得何宇這個人，他跟家庭的相處，或是媽媽管很多，他很常就是會這邊講說勞力無相關，勞力無關係，我慘哎哈，很多的稜角哈在碰撞，所以他這句話其實講蠻多次的，然後所以印象比較深刻一點。哎呦，對我來說，冇像你平常時會講嘅法，對，不太像，就是這個角色比較勞力無相關。不過你後起來，讓平常比較陽光、比較開朗，你好像多了一點比較 tough 的感覺，也不錯，我覺得蠻好的。哈，美好哈，也蠻好玩的地方。然後冇相關，給你呢？我是那個無相關給你，看嘛個東西就會謝。無相關給你，無相關給你。無相關，就是黑心肝的人，無相關給你。我覺得這很代表文軒他的個性，因為他就比較正向一點嘛，所以當他遇到何宇，他在講一些比較，哎呦，這裡的人就是這樣啊，這裡的這樣，他們就是這樣啊，就是那種可能比較消極的態度的時候，他就會覺得。
你这样的对，你要跟不行，啊，你做唔得，就是不能，你真的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想是不行的。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每次要讲这句话，其实我也练蛮久，因为我觉得他音不太好发，所以我性格那个呜是很多唇齿音呜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对这句特别有印象，加上我跟戏中文轩跟何宇。算是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他就对何宇说了这一句话：“你要给我性格，给你这样子不行啊，你怎么的？”然后他还可能他听到也是觉得你这个人也是很就是干嘛管太多，然后摸胸根。对，这有点呼应。然后另外一句就是有香对，这句也是蛮有趣的。当神奇啊哈！我相信一下所有嘅朋友哈，大家迄個還蠻可以試看哈。我一天我實實聽到你啊戲劇哈來入戲哈，可能人哈，今日聽到兩位講哈，還能想我看後邊到底會發生乜事情哈？像 Rita 一看到呀是呀賣菜菜。哇，我覺得我超興奮的，因為我小的時候細時節，就係大概哈1禮拜7日，就其中有2日我有買菜茶來，哈，就深夜就會，天天就拿起來，阿婆我係買乜嘅，我係買湯我也買乜嘅，就會貼上去呀菜，就講哎呀。就是有一種被寵愛的感覺，而且可以滿足自己那種小小的慾望。那嗰種我看到呀買菜茶，其實我知道係超有人情味，好，很有人情味啊哈。應講呀買菜茶超有人情味，不過真正的試茶的時間，哇，試茶你吃都用啊？你真的有開吧？有啊，當然不是假的吧？不是很常在開，然後剛開始在開的時候，其實劇組人都有點害怕我在開。用我聰明嘛，不太敢給他載，我都因為貨車它跟一般轎車不一樣，它是擋車嘛，它是手排的，它必須有離合器那些，但是我對這個不熟，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會稍微爆衝一下，或者是突然就熄火。然後我還有一次就是因為每次開車的時候，我剛開始開都會蠻緊張的，就蠻很小心這樣。然後有一次這個攝影機就是要擺在我的右邊的窗口這邊，然後從這邊拍，所以他們就叮嚀我說：“你一定要注意左右邊，尤其是右邊，因為攝影機在你的右邊，如果你一個距離沒有保持好的話，攝影機就會被撞到。”然後我就很緊張，我說：“好，我一定會注意的。”然後就是一直看，所以就是顧左右兩邊。但是，我忘了顧了上面。就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山上拍嘛，所以會有很多樹林，然後就有一根樹，它是這樣彎下來的，但是我沒有注意到，我一直在看左右兩邊，就撞樹了，就是那砰，好大聲音，全組的人都嚇死了，就想說怎麼了，是不是攝影機撞到了什麼的，就好險，只是車頂被我撞了一個凹洞而已，就不是擔心你，是擔心攝影機，你懂貴啊，懂貴啊，哎呀，真神奇哈！故說拍戲真人做得好懂的，除了入戲進入角色之外，還要學會怎麼樣開手排車。對，而且還有很多就是邊開，然後車上的一些對話，那個也很難。你會記台詞，然後還要打。哇，也係一個挑戰哦，哈。對。係，唔過我啲講，所有嘅朋友就懂好奇講，啲都剛剛講到有跟自行車很多相關的嘛，對不對？哈，啲都懂神奇。我想先幫大家看一段，有4行茶嘅樣片，多咗嚟就嚟講，計量啥哈，真嘅冇簡單啦。來看一下樣片哦。你有啲去4行茶？先叫他來嘛。唔是啦，該叫安尼，很多對去。這麼該好點點去。加油！唔好騙做騙啦！你張人叫他練啊，你腳練起來，做得叫他參加哈尼拜嘅逍遙遊車賽啊！哎呦！哦，有了！馮記啊，其的力量真偉大！第5季台山縣小姐有在新店開加油！冇關係啦，慢慢去沒做得啊。雖然你每走一步啊，都只有別人的3/4，只要你肯走，你也會有你的終點站的啊。哇！只要肯走，咪會有一家嘅終點站哈。佢還可以安尼去安尼跌倒，這是
真的要摔倒哎。对。黑吗？对，因为我本身在骑脚踏车，我平衡感蛮好的，所以这个要演不会的，对，有一点难度。但是我后来就在想说，因为他刚刚那个影片有提到嘛，那个汉文跟我说，你不要偏左偏，不要往左边偏。那也是因为我的是右脚受伤，所以我会很自然的，就是右脚没办法施力，然后重心就会往左偏。那我就利用这个方法，那我就重心往左偏一点，然后等自己感觉要快倒的时候，先不要撑它，就让它真的快掉下去的时候，快着地的时候再去撑它，就是去做那个效果。就黑暗呢哈，跟用三年好像这个摔车的时候，那个技巧要很难掌握。唐贡在跌倒的时间，除了假装摔，真的就摔倒了。还撞东撞西的，是不是？对，其实因为我们虽然有软垫在底下，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得真摔嘛，还是要有感觉，对，要有感觉。但我觉得我还好，是因为怎么摔我都是摔在他身上。对，因为我怎么摔他都有，我有个软垫，还有一个燕西的肉垫在这边，就是他整个就是，反正我是被保护住的。所以我经常摔下去的时候呢，不是撞到他的膝盖，撞到他就是哪里，然后压到他的手，就是就是会撞得他很痛就对了。然后这就算了，然后有好几次，因为他要演的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他其实是会骑车的，所以他要演他要摔车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他是要演要摔车，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有点想笑，所以经常就是其实我一样身体是要去保护他的，然后我们摔下去，但其实我不知道我嘴角勾起来，然后就 NG 我就忍不住就笑。其实好几次重来是因为我笑出来了，对，他就要再摔一次，对，又要再摔一次，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反正你也会躺在我身上嘛，对不对？哎呀，对，只是好几次很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笑场，因为导演就会说，哎 ，Teresa 你那个嘴角，我知道他这样摔很好笑，但你不要真的笑出来。好，不好意思。哎，古松来说泡啤酒爱你，所以两个人就有革命情感了哈。根本嘅按3/4出題同大家分享按精彩的內容哈，按神奇嘅內容，還有禮物要送給大家。今天特別有帶來禮物哦，比如講有壓嘅台啦，哈，有看到韓國有器材，其實長潮二代就是頭巾啦，還有帽誒等等哈。我們送10隻禮物俾大家，因為得到禮物呢，就會送福喜來粉絲專頁，打我們3/4的 slogan 是3/4也許好過1，3/4可能好過1，也係6年就做嚟送問大家會抽獎哦。今日再一次感謝兩位，感謝男主角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咩感謝所有嘅朋友繼續來收聽3/4哦，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邀請大家聽你線上嚟做運動了，再來了，拜拜。